天意的伤，天意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痛声，了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阮夜风加记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脚下本人祝福，将孤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走了，做下面事啊。Thank you，牙齿干了，牙齿干了。Thank you哎。你看台要黑马干哦。啊？来对你的感情。电脑咯，我乱讲法咯。笑马街啊！冇啦，来，实在很歹势哦，还有事什么麻烦你来掉了。讲緊馬街，反正切街呢，行去馬街啦。就咁咩？有一點事情唔是我哋客氣，大家聯沙互相幫忙啊。係啦，好，細笨笨嚟啦。什麼啦？唔好啦。哎，錯唔錯？嗱，太亂過。好啦，跟住睇下就有啦，來，後面再啦哈。跟住我等你把它查到你啦，跟太錯我哋什麼冇法度，喊你這樣就辦哈。嚟，快快啊！來。啊，食菜喲。來。好，做得到就本意啦哈。頭髮跨越來，腳翻來步，老妹阿聰哥，那片冬葉呢，去旁邊搞哈，乖哦，好，過去，誰你電話呢？頭髮跨東區以前有一隻老夫妻，你看這個。這個，太安哥，唔好走，我唔係啦，太安哥，得吵，唔樣係嘛？聰哥，有沒呢？來，還沒講，發生乜嘅事情啊？聰哥，阿妹，
청구都得用的呢。嘉义，你做嘛？嘿嘿，老头上当了，无啦，都大马个事情哦。迄个虫，你念杀条做嘛？我做虫子。你干嘛干？我他唔识啦。我做，你干嘛看他清楚点呢？你按钮慢他唔识。嘉义，迄个诶，亚洲迄个咋报告偏喺露台啊？迄个小朋友个。唔系啦，佢唔想留嗰只細妹嘅講法。你裝不卡，唔知根本你阿妹做乜嘅好色嘅吹。记得好，抢电好，来快快啦！给你有限，来咱唔记好了，好眼啲嘅。我嘅啦，我嘅夠嘅啦。啱啱咪掉落去。你搞東叫啦，我係夠嘅啦。阿妹，跪天就係跪天啊！哈哈，我可能最後咩等呢？因為我搞當久，冇一定會搞到水啊哦。你做乜送來呢？拉皮鬼！我愛啦！阿妹，我係夠係啲，上車就冇問題啦。冇嗌電下車媽媽打本。阿妹，拉皮鬼！我嗌咱記下來。唔好唱。我愛啦！拉皮鬼！我係夠啦，唔好唱啊！
还莹莹，你做得样咯？你要搭眼露台，啊？我无搭去，迄唱体馆的时候，无拄好跌倒过。哦，你迄做阿姊嘅用咩人用咯？本来就应该用露台，要不要去冲东西搞咯？啊？还买这么大用咯？你条闪闪，兄弟姊妹本来就应该互相天数总得严格，对吗？好嘞，阿姨，老娘露台第四里，你没空用，老娘阿姊讲歹势，讲歹势。你只歹势。错，阿勇真很乖呀，哈。哦，阿莹莹，歹势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岁数准备吃饭了，哈，赶紧，岁数。你只。伊爷爷就去洗漱。嘉义，我根本呢敢讲已经做错事呢。阿妹伊今仔讲爱咧，我要同德聪要失礼咧，你啊怎啊爱拜嘛？爱讲，这迄并好嘅客事情，一句话无讲就去甲做退咧。当初唔想让佮同好，只爱一家年迄嘛。安尼做多过分咧，唔知德聪要动伤心嘛？唔通阿妹强要啦，还偏心德聪，做嘛佮德聪话讲唔清楚，事局又含慢，我做嘛佮手安用机呢？万年规天做阿姊，手嘛佮手安用露台，敢讲做露台就做得唔公理的嘛？计硬要做露台，根本个检查要德聪先死啊人，硬要同佢冲铁管呢，佢就莫出爽，硬要要挑事个，唔讲唔留阿妹手嘛硬，讲硬唔错。介意，还有叫做了无结，佢根本就会坏心个老母裤。唔记嘛，佢从头到好搞图，小牙鱼嘅戆戆咚咚嘅露台呢，还讲戆咚嘅传染，牙就会本期传染嘅，夜半夜口总会输本期。唔输去几多分？人定分啦，以前就会牙第一名，夜半少了输本期，那是在冬天呢。我会起来啦，不然也听讲你早去好教，然后同佢做了报结果，太阳会遗传也总发现你早去太阳好唔好？了无记迄太阳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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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无记迄超级嘅太阳嘛。了无记迄超级嘅太阳嘛，了无记迄太阳嘛。大葱，莫搞诶，大哥搞诶石头诶，掉掉啦！做嘛？可以。青色，听哪个啊？唔迄啦，我顶日当去办色了解，所以体配到乞丐会本色。安子说，唔杀去，俺也得去好搞了。以后有人欺负，我去带老太子讲哦。
乖哦。哎，汗水哦，我又排出来。阿妈呢？哎呦，才拍的。大公。用我用啊！拢较散哦。人家可能用啊，你底下等一下，来喊你来站啊。好，拜托拜托吼。哎，阿伯，来，马干，来，马干，来，你冲哦，呀，还马干呀？地杯哦，迄黄的啦，你看了个天气暗热吼，那时候吼要然后天数拿出来你背起来哦，爱背起来哦。好。孙三吼，老跟阿兰讲，俺查账吼，俺属于转移哦，交给家子转移啦吼。唔是讲安用啦，村人哦，地府卡某妈个事情，你事情做完哦，将来才生眼吼。是在安排谁哦？个家子哦，全部喺阿兰啲照顾希望俺3年真係冇法度啦，好等哦，原來兩公婆照顧，實在哦，唔知安樣嘅感情。唔是排泄啊，好，我喺度呢。哎，你去講一個聲音咧，啊！哎，你买件哈？你走马干哦，让同学们哈闷闷顺顺哈。你好，我是来找人的，请问这里是范家美满的家吗？系啊，你请你做嘛？你好，我姓赵，我是客悦客家餐厅的老板，我是从台北来的。台北？你台北来啊？是，是这样子的，几天前呢，我在朋友的喜宴上吃到了一道冯牛，那感觉真是人间美味啊。回台北以后呢，我也请餐厅的厨师做了冯牛，可是那味道跟我在喜宴上吃的真是天差地远。所以呢，我问了那个请客的朋友，那才知道那天的主厨就是范江女士，所以呢，我才想邀请她到我的餐厅来指导一下。原来是这样哦，哦，你真的很识货呢。我们的阿蛮哦，真的懂会煮菜呢，尤其是你刚刚讲那道冯肉啦，哦，这个冯肉哈卤的咚咚的，哈，吃到嘴巴里面哦，有点油又不会太油啦，入口即化。哎呦，吃下去我们讲话就像那道冯肉控用，好温柔哦。所以才特别来拜访范江女士啊。哎呦，原来啊，哎呦，歹势啦，真件当好事啦。不过吼，佢哋还无菜呢，无地位都先等下好冇？好，来，抢，来抢。范家女士，不管你有什么条件都好谈。如果是担心住的问题，我可以提供宿舍，还可以安排你4个孩子在台北读书。如果是担心薪水的问题，你放心，我给你的酬劳绝对是你现在收入的2倍。2倍啊！你一个人带这么多小孩子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如果到了我的店里，我可以尽量让你的工作时间和孩子们配合，让你可以兼顾到家庭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而且台北不错啦，小孩子读书，学校也很好。万一临时小孩子生病，医院也都很方便。如果对目前开出来的薪水不满意，我们还可以再商量。这是我的诚意啊。赵老板，沈梦你哈这么看得起我啦，不过你再给我一点时间考虑，我一定会好好考虑的哈。好，那我等你的消息。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把你的客家美食带到台北去，我相信一定会造成一股风潮的。谢谢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我送你哈。好，谢谢。
什么啊？哎，什么样的料啊哈？好，那我等你消息哦。好，谢谢啊。阿曼，你真叫去台北咯？哥想看啊？其实吼，有机会去台北，那以后啊，穿较多，对生意会较好。不过吼，我要当磨盘呢。出来呢？你我想这个做我看。冇可能啦！一波嘅，你有看到家燕冇？佢喺唔喺本身上留下來？佢家燕一邊後就走啦。唔知佢起來冇？還係佢切架先轉去嘅？唔知啊。戇久嘅歐洲事。一波嘅，我老講哦。我老睇唔起我姑，以後有你在馬來不開有在我姑，那就老先生講。佢真係嘅用嘅，當中太浪漫呀！得從，你做唔得青菜亂罵你，冇，你咩我錯佢安呢？上面闪闪個黃喵喺弄嘅戲，閃閃個黃喵啊，都閃燈紅啊，哪有行嘅戲哦，懂演呢，你喺嗰邊做乜緊哦？冇你啦，我做演戲嘛，我做演戲下腳，來，送茶，來，喲，送茶喲，行啊！喂，你好，請問是洪玉明同學的家嗎？我係上海母你好，嘅戲家燕有聽你改片冇？冇事，我個打電話問看啦。什麼你好什麼？婷婷的家哟，你好，我係個戲家燕徐媽媽啦。你之前唔係很多錢啊，所以怎麼做喎？冇人講法啦，某一天佢嘅戲同我企不卡了，唔記得時間咧。哎呦，什麼你啊？
到底去哪咪了？阿妹，阿妹，阿聪哥，啷个呢？你这做么个？还忙着了。冇事，给等下就算了呀。你声音下次好，乖，下次，乖乖下次，等下就吃饭了哈，乖哈。凯姨，冇啥念题，阿妹陪小你啊。珊珊过王爷，我是许家人，请保庇我老太，唔好再本人欺负。感谢安子社。在梦里面。唔，好，等下哈，等下哈。安子社哦，他在你掉呢。阿妍妍，你到底去哪边弄咩无老来讲啊？哈？你还用无讲？太咖啡少啊？系讲拄着饭你去用卡啥咯？哈？我又没调试按用也得少。我记得珊珊过王庙应该一下就到了呀。珊珊过王庙，你去改变做嘛咯？我听人讲，珊珊过王庙嘅护身符当年啊，将去求来本地藏啦。我同神明讲过咧，带了个护身符，地藏以后就唔本人欺负咧。也本。阿姨，你按药配帮神明吃的，你懂烦哦？用办个。因为你冇乖呀，你讲嘅话神明用咩糖咯？那个护身符唔好哦。护身符唔系冇好，不过你护身符。但唱迄种字听，佢又做唔得保护得从医生人啊，佢又唔系佢保镖。阿妹，我老家人做得做佢嘅保镖啊，安尼就做得保护伊己生人咧。错啊，人家就做得带得从乡下去珊珊过王庙啊。还那去珊珊过王庙？你也条寒水，唔啲人生有幾久嘅時間，得從幾生年就俾人用，萬年想去報復佢，行去欺負佢，哎呀條咩做唔得控制啊？阿妹，好嘞，阿妹兄，你也條一定動搖嘞哈，家家細數食飯嘞，好冇？家家細數哦，行嘞，行嘞。老姨呀，你都是冇药哦。你是安子社。好嘞，东乖，家家細數食飯嘞，今日要當好食嘅菜哦，好，家去食飯嘞。我親愛，說阿妹草根，強
继续夹丝啦，夹吃饭嘞，夹丝哈。爱乖呢，慢慢吃哈。从姑，慢慢吃，这么大样吃哈，冇礼貌，慢慢吃哈。迄个，我也着搬去台北，你也着讲好吗？我想买几千元。今日我买奖赏，粉丝像跳芭蕾有各种洋装，我扮送给了无给注意了，有事冇事就做了好搞定。系啊。阿妹，我想要去二头路演，还会去动物园呢。啊！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。好啊，今日着就搬去台北，哎呦好吗？那好讲样个啥？做得转好啊。我冇转好，我冇留伫海同学分开。我想要去台北教，不过冇想带到台北。阿妹，音乐就搬走诶，阿爸转落诶，签到音乐着，我能加啥喏？夹死啦！菜就冷掉了哈，夹死。来，给你哈，慢慢吃哈。天亮，你到底伫哪了？你觉得有好吗？你有想过我老细你的吗？你冇猜。我连去啥做在参详事情给你读吗？你知吗？我到底爱去台北去传统做什么？正经搬上去嘞，咖啡就像阿友讲嘅，你转来了，啥情都爱着。要去望去台北望啊！我听说吼，你去台北要比葡萄潘都还要轻松，前面较陡呢。我讲情爱嘅安穩，嘅事情唔係你講，唔睇你愛啫哦。你睇樣呢？眼前眼開哦，啊？你到底係希望愛去行嘅唔去啊？啊？
找你共修的啦。其实啊，了你喺我嘅家乡，我對了你有感情，也唔偏得少。就像啊，個市場賣菜嘅條價，今天講，佢穿得唔係太淺，係年輕哦。人生哦，無歡喜嘅事情當多，不如意嘅事情未到。不過，一個好嘅菜哦，就做得本人唔記得所有嘅煩惱。就像哦，呀，客家炒肉，做嘅事情啊，絕對做唔得嫌麻煩，給大家嘅訴求哦，都做唔得上。還有啊，最尾嘅事情啊，行喺家上哦。人情味，哎呦啊，真係菜啲嘅客家菜，有啲東西哦，佢台北嘅傳下，絕對做唔到嘅。講什麼？你有冇人用健康人哦？媽，你點啊？生意做嘅菜吼，呢種當幸福、當歡喜嘅感覺呢。唉，唔過哦，唔點咱一樣做得，咱本人也種嘅當幸福、當歡喜嘅感覺呢。哎，萬年老年講，我冇歡喜，我冇幸福啦，嚇！我看到你就當幸福、當歡喜啊，嚇！哎，媽，過去哦。你去搞了快件傳堂好嘞啦！這麼快？係呀，你開傳堂吼，有固定嘅地方，吼總比咱做嘅做去攏人攀足啊，較好啊。生意要顧會到啊，阿哥，我數年吼，連個台北太傳堂都搶你去啊！你去搞開吼，保證也生意一天會當好。你個上看啦哈，收勢啦。哎，等下啦，要做唔得用那邊不用煩啦，你哪個啦？什麼啊？你去老買種松柏嘅啦，買種荔枝，安尼行一擺，豬油當多，荔枝可以食咧。做人講做唔得，唔好看好高後生嘅荔枝樹按太頭，佢講你按細，用喺種喺落。也着松柏用我做的，松柏種嘅係黃頭芽按細。唔過荔枝咩按細啊？唔過荔枝樹係樹啊，按太頭。唉，用佢講轉來，我咪老唔講，我來告訴你呢。得廠做乜嘅支付啊？懶到按太空了。俺本來多少天呢？個了現中佢就過來，個誒，你字。得從個支付了按呢咯。根本下注下課嘅時節，挨老班上嘅主小期去倒垃圾，就看得從老同好上大啊！你做嘛老同好上大呢？唔係啦，你這個不是唔對，那唔對，本來就係安尼啊！唔係安尼，唔講嘅唔錯，係個廖英俊，佢來那個副神父。佢有多唱，我每本佢唱。唔嘅時候，我會老愛講，我哋一定唔會變過廖英俊，絕對本佢嘅教訓，竟然敢亂唱別人嘅東西。
和迄个同神去求来个副神父呢。嘉颖，做嘛啦？唔好讲法，反正上大就唔错，上大要诉讼，要好阿妹小你。以后有乜个事情，我请先生，冇就请阿姊，绝对做唔得，老同好上大点冇。你知你冇讲又做嘛叫我讲他只个恨我老同学上大又咩恨爱？唔过要做唔得上大阿妹会担心。爱弟。阿姊，要去拿线，唔通来补好冇？好啊，你去拿，我让补。还有，来，过来啊！阿聪过来饮饮私下嘛，下后嘞，来，阿妹同你讲，最近哦，阿妹较无闲啦，阿娘天数照顾起掉好吗？你是真很乖呢。安尼嘛干喏？要迄块床给啥？俺要洗。哎呦，爱洗哦，还没洗就好了呀。好，不是啦，俺用洗上去洗就会啦。哎呦，你不用等啦，没等下洗就好了呀。俺洗就好好。公公秀才郎，去拍马高连峰，连同步去总叫错，叫在花嘅情感，情感门前一沟通，用个礼貌把再错。你公公秀才郎，去拍马高连峰。先生你好，阿聪啊，我是你家的妈妈，杨伟娜。哦，主任哦，主任你好。大哥，老同学大出怂。年纪也唔細，做咩用咯？哪邊出同學嘅數？好彩冇事，喺講出到冇做行喺其他危險嘅地方用下咋喏？有錢也賠唔起你哋嘛？
年条输送嘞，还没有结束啊！今日同好输送嘞，今妈妈安用的上了，哈？一样没会送信。青山流水何处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乡好，遥远的呀，思念的爱你。冬夜抚琴也渐起，如是故人须容起。青山下畔爬高帆，你的笑声无言又抚平。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。山歌一曲难唱多。